不是故意染病的，我好害怕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！一身脏病的贱货，碰你我都嫌脏。为什么？你当初为了和我在一起，你不惜跟父母家中决裂，可如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骗你，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。瑞哥哥真正喜欢的人是我呀。江一柔，你可是我的亲妹妹，你们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勾搭？我与瑞哥哥本就是青梅竹马，若论起来，姐姐你才是横刀夺爱的那一个吧。所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爱？那我再告诉姐姐一个秘密，你身上的花柳病可是瑞哥哥特意找乞丐为你种下的。你说他有没有爱过你啊？你们若不是宰相府需要你母族给你留下的万贯家财来填补亏空，我会忍着恶心娶你。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江墨雪，让疯子把你撕碎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不要过来！社长王小眼周，他怎么来了？小眼周，他是来捉我回去的，我都要死了，他还不放过我吗？给本王杀！啊！我岳父是当朝宰相，要是敢动我们，就不怕火炸！是吗？可惜你的好岳父江宰相和夫人柳琴，他们的尸体现在吊在城楼上呢。他们等着你去陪他们。他在帮我报仇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跟阎王去告状吧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小眼周，我生病了，我要死了。你捉我回去，得到的不过是一具死尸。阿雪，别害怕，不就是染病吗？我陪你一起死。你要何必呢？阿雪，你本就是我的妻，便是死，也是我的亏。如今终于
穷追不舍，害你把我囚禁起来，阻挠我寻求真爱。如今是我眼盲心瞎，爱错了人。若有来世，我必定非你不嫁。墨雪，快走！萧炎州就要追来了。墨雪，还愣着干嘛？我们快走啊！墨雪，我重生了。我重生在了逃过与孙泽瑞私奔这日。我真是，竟然会觉得这种人渣会疼惜我。墨雪，还愣着干嘛？我们快走啊！走。孙泽瑞，你可知诱拐摄政王妃是株连九族的死罪？你敢打我？你怎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墨雪，怎么了？你反悔了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！摄政王萧衍州权势滔天，心如铁石，手上死的冤魂数不胜数。嫁给他，你不仅要守活寡，可能还要暴毙而亡。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好的。真心？若不是宰相府需要你母族给你留下的万贯家财来填补亏空，我会忍着恶心娶你。上一世我与孙泽瑞私奔，途中便被他哄着失了身。后来我下嫁于他，没多久就得到了外祖父的死讯。如今想来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吧？真心？你明知我与摄政王有婚约，还教唆我逃婚，让我做那背信弃义的小人。孙泽瑞，今日我与你恩断义绝！江墨雪，你疯了！别闹了！我就是疯了！你再敢靠近我，我就去死！萧炎州追上来了，被他抓到，不仅是我们，就连孙家和江家都得陪葬。墨雪，走，我们快走！萧炎州，江墨雪，谁允许你逃跑的？是不是只有把你的脚砍断了，你才乖乖跟我成婚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本王如你所愿。你听到了吗，江墨雪？萧衍州杀人如麻，落到他手里你会死的。死？是这样吗？王爷，我不跑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，我们成婚。阿雪，你是私奔不成，怕本王迁怒于这个人渣，所以要舍己救人吗？我是真心的，王爷，我会向你证明我很期待今晚的洞房花烛。够了，萧衍州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墨雪与我可是情投意合的一对，我好不容易才让江墨雪爱上我，我豁出半条命也不能让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。
强扭的瓜甜不甜？那得啃了才知道。萧彦周，就算我要逃跑，也不用把我关起来吧？这个门是由玄铁打造，钥匙呢，也只有本王有。阿雪，你逃不掉的。啊！萧彦周，你疯了！我们怎么出去啊？那就不出去了。或者你觉得笼子小？本王明日就修座宫殿。要是觉得宫殿小，本王就给你买下一座城。但你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我这次是心甘情愿的，我不会逃跑。好啊，那你就证明给本王看。若是敢敷衍我，孙泽瑞的脑袋可保不住。我根本不在乎的。之前萧彦周所有的示好，都必入实现。萧彦周，你是恶鬼，是条怎么赶也赶不走的狗。我恨你，厌恶你，此生也永远不可能喜欢你。这次好不容易成功，我居然还逃回与人私奔，他一定很难过。阿雪，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不然本王不保证不会伤害你。前世你用命护我周全，今生我定要与你共赴白首。萧彦周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离开你。他为了孙泽瑞，竟然做到这个地步。我不行了。现在说不行了，晚了。不要，退逃。阿雪，这该不会又是你想逃跑的手段吧？我不会信的。我嗓子都喊哑了。彦周，我想喝水。我就知道彦周最好了。
过去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瑞泽成功了没有。哎呀，娘，你放心吧，江墨雪爱惨了瑞哥哥，咱们的计划一定能行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江墨雪呢？这个小娘皮，刚走到半路突然反悔，还当着我的面跟那萧燕州回了府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姐姐昨日不是还寻死觅活，哭着要和你私奔，今日怎么会？莫不是他江墨雪知道了什么？老爷，快想想办法！若是江墨雪真嫁给萧燕州，那咱们还怎么拿到她娘留给她的嫁妆呢？哼！黄毛丫头想逃了我江家的掌控，痴人说梦！明日你随我一同进宫，务必搅黄了这桩婚事。我真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你的初夜。好巧，我也是。你该不会怪我莽撞吧？燕州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醒了。今日是我们成婚的第2日，按照祖宗的规矩，我得进宫面圣谢恩。第2日，上一世他因我私奔之事，沦为京城笑柄，后被太后降罪，才落下老病。你若执迷不悟，那别怪哀家不留情面。儿臣此生非阿雪不娶，儿臣甘愿受杖戟之刑。这一世，我虽未逃婚，但已声名狼藉，父亲定会用此人大做文章，逼太后就范。不行，这一世我必定护他周全。燕州，我陪你一同进宫。萧燕州，你为什么要拴我呀？果然，你还是想离开我。我怎么会呢？你快帮我解开啊！阿雪，别想着逃了，本王是不会给你机会的。我的心，我的人都是你的了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就是想跟你一同进宫，给皇上太后请安啊！你呀，本王是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了。新婚夜你骗取我的信任，逃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。乖乖的，等本王回来，否则的话，疼。否则，这府上所有的护卫都将给你陪葬。燕州，燕州，我没骗你，你快放开我！荒唐！堂堂宰相府嫡女，未来的摄政王妃，竟在成婚当夜与人私讨，这皇室威仪何在呀？墨雪是被奸人蒙骗，请陛下明察。当年你为了这桩婚事，
不惜推了与邻国公主的婚约，还威胁朕说，要是娶不到她江墨雪，你就出家。现在宰相已经带着人闹到太后那儿去了，你还要包庇他呀？延昭，你去哪儿啊？见太后。果然呐，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希望他江墨雪可别再让朕失望了。江淮安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你看看，这民间是如何说她的。太后娘娘，是臣教女无方，才让这孽障做出私相授受、与人私奔的丑事，败坏了皇家威严，臣万死难辞其咎啊！如今小女德行有愧，早已配不上摄政王，臣恳请太后娘娘下旨，即刻让小女退婚，平息此事。本王不同意。参见摄政王。给太后请安。启禀太后，本王之妻江墨雪已随儿臣回府，这桩婚事乃是圣上赐婚，绝无退婚的可能。王爷这是何意？王爷，墨雪对您无意，还请您将她还给我，好吗？他是心甘情愿，你不是也听到了？还？你也配？王爷有所不知，墨雪与我早已私定终身。您要是不信，信吾为证。成何体统？这成何体统啊！太后娘娘，墨雪早已将身子交给草民，草民也立誓，此生非他不娶，还请您成全。邻国公主国色天香，素有第一美人的称号，萧燕州连她都拒之门外，定是不喜女色。想来昨晚也并未与江墨雪圆房。只要我一口咬定江墨雪失身于我，到时候萧燕州不放人，太后也不会答应。届时我只要再好好哄一哄她，还不是得乖乖嫁给我？说本王偏不放人呢。王爷可别忘了，墨雪早已是我的人了。那又如何？啊？王爷这是要执意要娶她了？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子，您难道连皇家的脸面都不顾了？萧燕州，带我出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快来不及了，赶紧啊！放肆！本王的事情，岂容尔等在这智慧？阿雪她是本王的摄政王妃，她喜欢什么事情，喜欢何人，本王能不清楚？啊？王爷承认与不承认，墨雪喜欢的是我。胆子肥了，还是嫌命活得太长了？江大人，你说过要护我周全，您可别忘了。王爷，
老臣都是为了您和太后娘娘着想，并无恶意。况且以前小女曾多次退婚，只是王爷您不愿，又何苦为难这对苦命鸳鸯呢？老臣已经衷心道歉，负荆请罪，还请王爷看在小女主意他人的份上，莫要棒打鸳鸯。是啊，王爷权势滔天，要什么女子没有，偏要霸着墨雪，你这样只会让他更讨厌你。好呀，好一个江宰相，好一个棒打鸳鸯。那本王问你，你说阿雪失身于你，证据呢？拿来，拿！没有啊，那可就是污蔑呀！你可知污蔑皇亲国戚，该当何罪？太后娘娘，你要为老臣做主啊！老臣这么做全是为了皇族，如今摄政王如此，是要把皇家架在火上烤啊！太后，兖州，这江墨雪，你是非娶不可吗？是。你，儿臣之前就说过，此生非江墨雪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王妃她跑了。什么？王爷，看来墨雪对你也是避之不及呀。王爷，恳请王爷放小女自由啊！阿雪，你牺牲初夜，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，好和他私奔。王爷不想放手也行，只要你能证明墨雪跟你走的那晚还是清白的，那也行。你当本王没有？王爷如果有证据，大可以拿出来，交出来。王妃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青雉啊，小兖州要出事，我要赶紧去宫里救人，你就当没看到我啊！哎，王妃觉得奴婢会信您吗？新婚前夜，你不惜打开马厩，引发全府骚动，也要跟着情郎跑。如今，这又是你耍的什么花招吧？况且我就算放王妃离开了，王妃觉得您能赶得过去吗？兖州，难道我真的没办法改变你的命运吗？拿出证据来！王爷，快呀！阿雪不喜我，王我若拿出证据，拿出来，他定会更加厌恶我，呀！恶心我。可阿雪，本王真的不想放你走。交出来啊！证据呢？王爷，大可以拿出来，交出来啊！快呀！交出来啊！快呀！快呀！看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了。哀家绝不允许这等不知廉耻的女子嫁入皇室。传旨下去，来人！太后，哀家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别怪哀家不留情面。儿臣此生非墨雪不娶。你，儿臣甘愿受正己之刑。好，好，哀家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几时。来人，打！给我打！小兖州，我没赶到，
事？莫雪，萧衍州为了将莫雪，竟做到如此地步。江墨雪是不会来了，摄政王不死也惨。住手！元昭，你没事吧？阿雪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难道是为了他？太后娘娘，墨雪来迟了，给您请安。江墨雪，哀家问你，你现在究竟还是否是清白之身啊？墨雪的清白，自然不在。果然，他为了不嫁萧燕州，连清白这种东西都随意给人，简直荡妇一个。摄政王，你听到了，我不会撒谎，说不定墨雪此刻已经怀上了我的骨肉。为了大计，我只能忍耐。江墨雪，等你乖乖回到我身边之后，定让你生不如死。荒唐，简直是皇家100年未有的丑闻！你这个逆女，明知与摄政王有婚约在身，还做出这种未婚先孕、败坏门楣的事来，还不快跪下，给皇后娘娘和摄政王赔罪！够了！怀有野种，如何嫁入皇家？这等污秽之身，若是嫁入摄政王府，岂不让皇家血脉蒙羞？本王不在意，而且事实并非如此。阿雪，你连这个都要忍，你为了孙泽瑞，连名声都不要了。摄政王，你糊涂啊！你捧在手里的宝，宁愿跟着这等登徒子败坏名节，也不愿意做你的摄政王妃。你若不信，就让他自己选。雪儿一定会选我的。阿雪，你逃离王府来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脱离我的掌控？你就这么不愿意待在本王身边吗？你打我！我打你又怎样？我可是摄政王妃，就凭你刚才肆意污蔑我清白，你就该被乱棍打死！太后娘娘，您请看，这是凤帕，这是哀家在摄政王大婚的时候专门命人铺在床上的，上面还有血。难道你昨晚和摄政王？这不可能！江墨雪之前明明给我说，她最讨厌的就是萧燕州。怎么不可能？她是本王的摄政王妃，洞房花烛夜，她不跟本王在一起，难不成跟你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本王与阿雪的私物，你也想染指啊？
太后娘娘，这江墨雪，就算你是清白之身又如何？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，难道是凭空捏造的不成吗？太后娘娘，这就是儿臣今日前来要说的第2件事。今日我就把话说清楚。我江墨雪此生唯爱摄政王萧燕州。江墨雪，你疯了！江墨雪，你疯了！你不是说你喜欢的是我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我以前还逗弄过臭水沟里的癞蛤蟆，难道癞蛤蟆也觉得我非他不嫁吗？我可算是知道了，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典故是怎么出来的了。你，墨雪，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，我以后不再惹你了，你跟我走好吗？少碰他！孙泽瑞，你拐走我的摄政王妃，本王没要了你这条狗命，是你命大。如今你纠缠他不说，还要污蔑。来人，在，将他拖下去，杖责20。墨雪，我喜欢的是你啊！墨雪，救我！墨雪，救救我！墨雪！不对呀，这个闯祸正常吗？父亲，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，请你搞清楚我跟孙泽瑞的关系。他不过是我逗弄的一条狗。以后这些有损江家颜面的东西，还请父亲好生处理吧。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啊，江大人。太后娘娘，这女子的名声很重要啊，就按王妃说的，让你们江家抓紧时间把这些事情处理了，懂？懂。那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太后终究是燕州的母亲，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得想法子扭转她的看法，总不能让燕州夹在中间为难。太后娘娘，请用茶。娘娘千岁千岁，千岁。败坏皇家名声的小贱人，哀家必须给他点教训。王嬷嬷，为了燕州，忍了。够了！你这是做什么？母后应该问这个老刁奴在做什么。当着本王的面敢欺负本王王妃，你是不是不把本王当回事？你想烫死我吗？敬茶都敬不好，要你何用？母亲，你没事吧？哼，还不快滚下去！原来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的。来人，在！
此刁奴遇害摄政王妃，拖出去杖毙！王爷饶命啊！老奴是一时失手，王爷，没事，王爷饶命啊！母后，喝茶。你先乖乖的在外面等我，别乱跑。嗯。他昨夜逃婚，丢的是你我还有皇家的脸面。我若不给他点教训，他日后岂不要踩在你我的头上？在旁人眼里，他或许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但在儿臣这里，他就是我的命。你母后是不是忘了，父皇还在世的时候，您在后宫都做了什么？当年若不是阿雪冒险相救，您恐怕现在看到的就是儿臣的牌位了。你这是在怪哀家吗？儿臣不敢。儿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了。燕州，怎么了？你又和母后吵架了？阿雪，你放心，本王定不会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我当然知道。燕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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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燕州，燕州，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燕州，燕州。已经1天1夜了，怎么还没醒啊？甚至烧得更厉害了。王妃，您有所不知啊，那日您逃婚，太后想定您的罪，是王爷冒着大雪在宫外跪了半宿，才让太后收回成命。然后，王爷又连夜追寻您的足迹，这才……王爷本就有旧伤，又奔波多日，血液跪倒，加之受了板子，便是铁打的身子也撑不住啊！没想到，阿雪，燕州竟然为我做了这么多。别害怕，我陪你一起死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做。有苦和我
在一起，就让你这么委屈。彦州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去找太医。不许离开我！今日你在太后面前亲口承认的，哪怕是迂回之计，本王也当真了。之后，你若是敢离开我，哪怕是杀光所有你爱的人，毁了你所有真实的一切，让你对我恨之入骨，本王也只想让你留在我身边。你傻，我最爱的人，最真实的人，就是你啊！难道你要伤害你自己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阿玄，若有朝一日你背弃了誓言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此生绝不。乖，先把药喝了。乖，先把药喝了。你不怕我下毒？没关系啊，只要是你亲手熬的药，哪怕是毒，我也喝。彦州，我们生同血，死同亲，有苦那就一起尝。出去！娘，你在哪里？快来救救我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陷害我的人全都杀了！彦州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杀！彦州，是我！你都想害我！我是墨雪！想害我！想害我！生气了！想害我！放开我！杀了！你放开我！都杀了！是我！彦州，放开我！我喘不上气了！对不起。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彦州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别过来！我求你别过来！彦州，彦州！伪装了这么久，总算让我逮到萧燕州落单的时候了。只要杀了大夏的战神，我北疆便可一统天下了。
王妃，王爷的救急未愈，如今又一个人跑了出去，属下担心。你快派人，我们分头去找。是。哼，兄弟们，今晚务必拿下萧燕州的项上人头！就凭你们4道临头，还嘴硬，给我上！肩上有毒。萧燕州，兵不厌诈，这是你教给我的。我要他的项上人头！大夏战王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！阿雪，谁敢上前？死！这个贱人居然有火铳！没想到吧？还不快滚！元昭，我们走。元昭，元昭，阿雪，你走，别管我。我不走。走啊！要走一起走。元昭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不准死！我们还要一起白头到老，我们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。走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走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好，我宁愿死，我也会拖你们下地狱。阿雪，不要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关键，只要我死了，你不就自由了吗？快跑！你快跑啊！别说了，我不要自由，我要你活着。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换我守护你。好一对苦情鸳鸯！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们下黄泉！不要！属下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元昭，元昭。阿雪，以后不许为了我不要
没说你呢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生气了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不想伤害你，可是又害怕控制不住自己。那你就把事情说清楚。那你答应我，我说了，你不许离开我。你还记得有时宫里那间偏殿吗？你母妃害娘娘早产，你个小野种，就待在这儿吧。哼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娘，人真可怕呀！里面有人吗？我的簪花掉了。别怕，我叫江墨雪，我带你走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日我母亲进宫参加皇族宴会，意外丢了簪花去学。原来那个冷宫的小男孩就是你。当年太后宫斗惨败，全族险些被拖去宁古塔流放，我竟不知又是随手递了一盏灯，救了萧燕州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暗自发誓，若有朝一日我掌权，定要护你周全。阿雪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燕州，我发誓，我以后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对了，我送你的火床，你竟然还带在身边。上一世，萧燕州送我火铳，让我提防孙泽瑞，最后他被我踩在脚下，随意践踏。怎么会？你送我的东西都是心意，我一定好好珍藏。对了，过2日我要回门，等你身体好些，我们一起去好吗？好。这一世，我要所有践踏过你我2人的混账，全都付出代价。参见王妃。这是什么？回王妃，这些都是王爷给您准备的回门礼。这么多。怎么？看着不高兴啊？他们不配这么好的。那总不能两手空空去。对啊，我不但要两手空空，我还要把他们抢走的一切全都夺回来，包括我娘死之前留给我的嫁妆，还有她曾经在江家受到的所有屈辱。摄政王，皇上有急事召您进宫。妾身的事情自己可以，晚安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。阿雪，你该不会是又想……你放心，妾身绝对不会跑。夫君要是不放心，你就派他们看着我点不就行了？你叫什么？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保护好王妃。
若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本王拿你们试问。是。那我就先去了。江淮安、江以寿、柳琴、孙泽顺，今天我要把你江家闹个底朝天！今天是江墨雪那个小贱人回门的日子，我定要好好紧紧她的皮。大夫人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大小姐刚从外面进来，就直奔闺房，说是要清点嫁妆带回王府呢。你说什么？哪有刚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抢嫁妆的道理呀？她要是把嫁妆拿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爹娘，老爷！哼，反了他！没有我的允许，敢在江家拿东西，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哼！王妃，奴婢已经按照账簿清点完毕，把能搬走的都装在了箱子内，请您过目。娘，这么多年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在这待的也不舒服吧？我现在就带你和你留给女儿的一切回家。王妃，王妃，怎么是你？放肆！我是你母亲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跟我这么说话？哼！你不过一介青楼勾栏女，你也配做我母亲？你混账！反了你了，赶紧给我道歉！道歉？爹，女儿是说错了还是做错了？爹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您出生寒门，全都是靠着我外祖父一家，才在朝堂上青云直上。如今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哪一样不是我娘的？你，来人！把这些全都抬回摄政王府，一样都不准留。是。墨雪，你在摄政王府过得还好吗？我好想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孙泽瑞，我现在可是摄政王妃，请你对我放尊重一点。我不相信，你明明说，你喜欢的是我，墨雪，我。哎呀，墨雪呀，你喜欢泽瑞，人尽皆知，对外宣称非他不嫁，如今又这样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是啊，姐姐，之前是瑞哥哥不对，可他不都道歉了吗？姐姐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你喜欢你嫁呀，我放着风流倜傥的摄政王不嫁，为什么要他这种烂东西？哼！你懒得跟你们废话，走开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人可以走，但嫁妆留下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你要是敢把嫁妆抬走，我就把你娘的骨灰摔碎！娘！你要是敢把嫁妆抬走，我就把你娘的骨灰摔碎！娘！你们这群混账东西！我娘葬身火海，尸骨无存，现在你们留着一把骨灰，你们凭什么大胆威胁我？还不都是被你逼的？你想走可以，那嫁妆是我们江家的东西，你休想带走。江家的东西？你当年进江府的时候，
除了肚子里的孽种还有什么？如今吃的、穿的、戴的，那一样不是我娘的嫁妆，怎么就成江家的东西了？对，我就是抢走了你娘的男人，还脱了她的嫁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什么高门贵女，什么金枝玉叶，到头来还不是我这个勾栏做派人脚下的一滩烂泥，连骨灰都能给我垫脚！不要！娘！孽障，你要干什么？林一在。有人以下犯上，侵入皇妾国戚，该当何罪？以下犯上，鞭笞之刑。鞭笞就免了，我要他那只砸碎骨灰的手，我要他们都付出代价。是。不要！我的金丝女官，做了个对错的。不要动我！不要扒我裤子！你小心哪儿啊！不要！上一世你和孙泽瑞狼狈为奸，这一世要一一讨回来。摄政王来了！摄政王来了！我要让他看看，他是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敢败坏皇家威名！你完了，你完了！王爷，您终于来了。他们欺负我。阿雪，发生了什么？他们不让我拿嫁妆，还打我，还把我母亲的骨灰都砸烂了。王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们欺负我，我们打你？明明是这个贱，明明是他扒了我们的衣服，抢我们的东西，怎么还恶人先告状呢？你可不要颠倒黑白，人在做天在看。什么人在做天在看呐？我江家怎么会养出你这种睁眼说瞎话的孽障？王爷，你大可以问问他们呐，到底谁先动的手？回王爷，是王妃。回王爷，是王妃。是王妃被他们欺负了。啊！宰相大人代旨，先是辱骂王妃，又亵渎王妃母亲的骨灰，我等只是护主。对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。宰相大人不仅霸占王妃母亲的遗物不还，还动手打人。宰相哪有这么狠毒的父亲？可怜了王妃一介弱女子啊！王爷，一打你们江家欺人太甚，敢辱本王王妃；二打你们江家不分对错，辱本王岳母；三打你们江家宠妾灭妻，还妄想栽赃诬陷。萧彦州，我好歹是当朝宰相，你在宰相府里面这么撒野，你不怕陛下治你的罪啊？宰相若有任何不满，大可在陛下面前参本王一本。本王倒要看看，陛下是会怪罪本王，
还是会怪罪你们，反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。来人，在，将王妃所有的嫁妆全部给本王通通抬出去。来人，继续搬。不要！墨雪，我知你气我今日未替你说话，可江大人他是你父亲啊，我不想让你左右为难。你是怕我左右为难，还是怕我拿走嫁妆后打乱了你跟江家的勾当？墨雪，我对你的爱天地可见，你怎么能怀疑我？那些海誓山盟，你写给我的那些诗词歌赋，还有你说要在背上纹上我的名字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够了！你跟江以柔暗通款曲，还在这跟我装什么深情？给我滚！江墨雪，我对你百般忍耐，不要得寸进尺，否则……否则如何？敢碰本王的王妃，林玉在，他哪只手碰的，王爷就给我把哪只手废了。王爷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饶命啊，王爷！废物！刚才多亏了王爷，否则妾身就要被他们欺负死了。娘的骨灰也没了。玩高兴了？本王都已经替你报了仇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王爷说什么？妾身不明白。你当本王同孙泽瑞一样傻？你的计划，本王都知道。方才在宰相府摔的那个骨灰，分明就是石灰粉。看来什么都逃不过王爷的法眼。叫我什么？夫君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娘，我终于带你出来了。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。方才孙泽瑞碰的是你这只手，你说本王当如何？夫君说如何就如何。回府。萧院长，你萧院长，阿雪，我不允许任何男人碰你分毫。
昭，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吗？没办法，你是惯犯，我要时时刻刻盯着你。你之前说你要在你身上纹他的名字，是吗？就这么害怕？那不如我送你个礼物，让你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这里。礼物？等我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还记得你之前来我家那日，送了我一束冬紫罗？记得。我不喜欢。请王爷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你。其实我很喜欢那束冬紫罗，请夫君帮我把它纹在身上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夫君不愿意吗？你可知这冬紫罗代表着什么？占有。好疼！阿雪，忍着点，马上就好了。好美，阿雪，纹上这冬紫罗，我们生生世世都纠缠不清了。下辈子，我也能凭着这个图案找到你。夫君，你知道茉莉花代表着什么吗？忠贞。如果夫君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可会加倍奉还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这样纠缠不清好了。兖州，我终于弥补了上一世对你的亏欠。江淮安，至于你，我们的账还没算完。对不起，姑母，我蠢货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嫁妆没要回来就算，人也废。我江以柔嫁给你，能讨什么好？我滚！爹，江墨雪把嫁妆都拿走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3日后是苏老国丈府小公子的百日宴，皇上必定亲临。我早已让人把谋反的罪证藏匿于苏府，届时人赃并获，定要判他们一个通敌叛国的死罪。此计甚妙，这下就算萧燕州权倾朝野，也保不住江墨雪。哼！
如何？王妃亲自做的衣服果然不一样，王爷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今日可是我小外甥的百日生辰宴，你要是穿成往常那样，不得把人吓坏。既如此，那本王以后的衣服都由阿雪负责。王爷，阿雪，宫中急召，你先去苏府，我之后就到。参见陛下，太后。陛下与太后娘娘亲临小孙百日宴，使那老臣三生有幸。左爱卿不必多礼，今日无君臣，大家共饮尽兴便好。谢陛下。你听说了吗？江家大小姐江墨雪新婚之夜与他人私逃，是被摄政王亲手抓回来的，还闹到了太后那儿呢。嗨，人虽然回来了，但名声已毁。这次百日宴，我看摄政王肯定不会陪着他一起了。不但不陪着他，穿着还尽显土味儿，必然是个没娘样的小野种。摄政王妃到。好美啊！参见陛下，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听闻太后娘娘凤体欠安，臣女前几日去了大相国寺，斋戒上香，寻得一个祈福之法，只要用这狗血泼在亲缘之人身上，便可去灾延寿。哦，此法倒是新奇呀。哎呀，真是不巧，摄政王今日有事没到。不过，姐姐，你身为太后娘娘的儿媳，想必定会为娘娘尽一份孝心，为娘娘去灾延寿，对吧？狗血里面有迷魂散，江墨雪，你就等着在宴席上出丑吧。墨雪乃摄政王妃，身份如此金贵，怎能用此污秽之物亵渎？老国丈此言差矣，能为太后娘娘祈福消灾，是他天大的荣幸。当年先皇太后病重，不过是皇子们斋戒3日，狗血祈福，闻所未闻。臣妇认为太后还是请御医多加调理，莫要听这些旁门左道。苏大人这话不对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再者，江墨雪身为摄政王妃，总不好驳了太后的面子吧？你好啊，我来差不多也有1盏茶了吧。姐姐，让我来帮你泼。
臣来迟，给陛下、母后请安。免礼。燕州啊，你可是从来不会参加这种宴会啊！今天为了江墨雪，居然破了例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一物降一物。王爷，刚才姐姐在和太后娘娘祈福，您却把这血盆给打翻了，这怕是不吉利。装神弄鬼，本王从不信这些。还有，你离本王远一些，莫要弄脏了阿雪做给本王的新衣服。真没想到摄政王居然这么护着那个贱人！不行，我得把这衣服换了，不然等迷魂散发作，我就完蛋了。哎呀！想换衣服，下辈子吧。今日的丑，你出定了。方才可有伤到？我是不是应该感谢王爷及时来到？那王妃今天晚上回去，记得好好的感谢我。江墨雪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待会儿我要让你和苏家一起完蛋！废物！我毛手毛脚，成何体统？奴婢该死，请皇上、太后娘娘恕罪。哀家看来是今日出门不吉利呀，这三番四次的都是冲着哀家来的。来人，此女冲撞太后，拖出去杖20。太后娘娘，奴婢知错了，求您饶了奴婢吧，太后娘娘。等等，看那是什么？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江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陛下，方才太后娘娘说可己久治不愈，臣算是终于找到货源了。江淮安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这是我的侯府，跟太后的病有何牵扯？苏将军，皇上认不得这东西，你以为我也不认得？此乃五谷之物，专门吸收皇家气运，太后娘娘才会病疾缠身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江淮安，这什么五谷之术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皇上，此乃苗疆谷物，专门吸收强者气运，增本族绵延。如今出现在苏府，太后娘娘又是到了这里之后才身体不适，臣怀疑苏家有谋反的心思。苏家谋反？不是吧？荒谬！江淮安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陛下，太后明鉴，老臣镇守边关数十载，忠心日月可见。我敢对天发誓，从无半点谋害之心。苏大人的意思是我在污蔑你？那我们就打开它看看是什么。这是巫蛊娃娃。这苏将军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居然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！看他平日慈眉善目，没想到这么歹毒。苏红，你最好给朕解释清楚。苏大人，陛下和太后娘娘对你不薄啊，你竟想谋反！
陛下，臣冤枉，请陛下明察。明察？墨雪在出嫁之前曾雕刻过木人，这还需要如何查？江墨雪，你父亲从小教导你要忠君爱国，你如今为何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？放肆！柳氏，仅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就敢诬陷本王王妃？摄政王何必动怒呢？臣妇只是实话实说。好，实话实说是吧？那我们倒是看看，这盒子里还有一张纸写了什么。这上面谋逆之词，够诛你们100次就足了。江墨雪，你让我丢人现眼，我就让你和苏家死无葬身之地。不，你瞧瞧，怎么会这样？江墨雪，你……江墨雪，今天你死定了！陛下明鉴，这等铁证，好一个忠肝义胆、万乡生平！苏红，是臣冤枉你了。没想到你们苏家从上到下都是赤胆忠心的。陛下，什么忠心赤胆？这绢帛不是苏家谋反的罪证。陛下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住口！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苏门世代忠良，愿以肝脑涂地护陛下万万年，太后千千岁。这不可能啊！外祖父，阿雪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这还没布置好呢。阿雪，这是……外祖父，应该是有人想要害我和苏家，不过没关系，既然发现了，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幸好我及时换掉了邪术，否则今日苏家必定血溅3尺。这不可能啊！这绢帛上怎么会写的是这些？怎么？难道岳父大人提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摄政王说笑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陛下，这是老臣去年写的家信，期盼子孙世代忠君爱国。苏家忠心，天地可见。赐苏爱卿永宁侯，赐其子苏深大理寺卿一职，另赐玉如意一对，以示嘉奖。谢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玉如意，这玉如意是我的，是我的！江墨雪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嫁给了摄政王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别想从我们家拿走任何东西！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折辱本王王妃？我就是欺负她又如何？她喜欢的男人是我的，连她的嫁妆也是我的，连她娘的命也都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娘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娘怎么了？墨雪，柔儿没说什么呀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听错？你当本王和陛下是聋子不成？此事关乎我的女儿江淮安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？江宰相，朕劝你最好实话实说，否则治你欺君之罪。孽障！你不好好看看这里是哪里，莫要口出妄言！陛下饶命！臣女是一时喝了酒，
医师，胡言乱语，臣弟已经知道错了，请陛下恕罪。不是正妻养的孩子呀，果然是一身小家子气，还不赶紧走！莫要再留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江大人，回去还是要好好的教导子女，他们再在外面胡言乱语，朕下次定不轻饶。皇上教训的是，臣定当回去好生管教。王爷，你去查一下王妃生母的死因，可有什么蹊跷？是。阿玄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元州，你想要孩子吗？怎么了？元州，我心里好难受。是不是因为今日江一柔的话？若不是宰相府需要你母族给你留下的万贯家财来填补亏空，我会忍着恶心娶你。我本以为我爹是喜新厌旧，才害我母亲抑郁寡欢，意外葬身火海。没想到他的死竟然另有隐情，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却到现在才发现端倪。娘，墨雪不配做你的女儿，我不配。阿雪，这不怪你，你也是受害者，别这样，我会心疼。娘，墨雪对不起你。阿雪，你还有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本王都会永远在你身边。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相信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。王爷、王妃，苏老夫人来了，说是有话要找王妃说。走，本王陪你一起去。昨日那江以柔说的话，听起来蹊跷得很。我想起静书出事之前，曾暗中派人将这个东西交给了我，便叫你来看看，能瞧出什么端倪。这是江家专门用来记录大小事宜的册子。等等，柳琴嫁入江家是18年前的4月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江以柔是17年前正月出生的，可产婆却说她是足月儿。这怎么可能？怀胎10月，江以柔在柳琴的肚子里，满打满算也只有9个月。就算柳琴是代孕入府，可她怀孕的时候，父亲也在外办职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江以柔不是江家孩子。王爷、王妃，您要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，带上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放肆！摄政王面前，岂容你叫嚣？摄政王。王爷、王妃，此人名叫张秋，是江以柔的亲生父亲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江以柔？我不认识。是吗？
王爷，他说我们找错人了呢。找错了？那不简单。本王的后院养了些野狗，刚好晚膳还没用，就把它剁碎喂野狗吧。林一，是。不要！我说，我认识刘琴，我是刘琴在外面的姘头。我和刘琴早在20年前就认识，那时候她还是个妓女，我俩两情相悦。刘琴瞒着妈妈怀了我的骨肉，但我就是个穷书生，又没什么钱，身无分文。恰巧那时候江宰相喜欢逛这些风月场所，于是我们就想了个主意。之后，刘琴顺利嫁进了江家，江宰相对她宠爱有加。他们还说江家主母苏氏是个不懂风流的木头，于是刘琴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。混账！苍天啊！我的情书啊！江淮安，你这个畜生！你宠妾灭妻，天理难容！我今天非杀你，给我娘报仇雪恨！阿雪，他还有用处。况且，你的手不应该为了这些人染了脏。你相信我，我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外祖母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母亲报仇的。那些利欲熏心的畜生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让人熬了粥，吃点吧。我不饿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阿雪，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你娘考虑啊。她还等着你为她报仇。对，我还要报仇，我不能倒下。我已经有了收拾柳琴的想法，到时候还请夫君给我撑腰。阿雪，只要你想，我的命都可以给你。3日后是江家祭祖大典，届时我要将江家的一切公之于众。江淮安、柳琴，我要让你们遗臭万年。准备好了吗？娘，您瞧好了，今日这场戏，我势必会让整个江家付出代价。
你怎么来了？啊！这是江家，我是江家嫡女，我为何来不得？更何况江家祭祖之日，更是我母亲的忌日。忌日？哼，我看是耻辱日吧。江大人，慎言。我们又没说错。当年你娘勾搭上野男人，被夫君抓了现行，羞于见人，自焚而亡。这事儿也就是江家念及你娘出身，遮掩一二。要是说出去，什么京都贵女，简直贻笑大方。哼，可不是嘛！不知羞耻，败坏门风的贱货，生的女儿也是个搅坏门风的浪荡女。你说什么？青雉，张嘴！你敢打我？江墨雪，你这个孽障，你敢在江家动手？我就是打了，怎么了？你们说我娘找姘头，有证据吗？你们是亲眼捉奸在床，还是你们都看到了？没有证据，就是污蔑！你们江家忘恩负义，拿着我娘的嫁妆享福，转头就污蔑我娘。你们江家将这礼义廉耻4个大字挂在这，不觉得脸红吗？王妃这气势，比王爷您当年在战场上杀敌还厉害，怪不得您喜欢她。他向来比谁都耀眼。就算你娘对江家有贡献，但你身上总归流的是江家的血，如此出言不逊，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跪下，给江家的列祖列宗道歉。是啊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江家嫡女，话里话外却都在数落江家，你对得起先祖吗？道歉！对，跪下来道歉！跪下道歉！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倒是自己蹦跶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替江家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我看你是说你自己吧，吃里扒外的货。到底是谁吃里扒外了？柳妾室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比如是你，还是你那个跟江家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乖女儿？你说什么？我这个秘密隐瞒了18年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老爷不好了，门口来了个男的，说他是2小姐的亲生父亲，现在在门口吵着闹着要进来呢。你说什么？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把人请进来！柔儿，我是你爹呀，我是你亲生父亲呀！我是你爹呀，我是你爹呀！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！王妃，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！要我放过你，可以。江家祭祖那日，告诉他们真相，江以柔是你的女儿。胡闹！你是江墨雪从哪里找来的人？我江府的贵女岂容他人随意造谣？来人，把这个人打一顿，给我撵出去！我看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现在当场让你们江家从此身败名裂。你江淮安，他霸占我妻儿多年，如今我已身患绝症，已时日无多，就想和骨肉相认，江家的长老都看看。你们要替我做主啊！老爷，我与他只有过一面之缘，从未有染。老爷，这人屡次污蔑妾身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污蔑，有些人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既然你不说实话，那我就帮你说。看看这是什么？父亲还不赶紧看看，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？不要！
是说，又是早产，为何上面却说是足月？为什么？妾身，说！爹，这肯定都有误会，是姐姐，这东西一定是她伪造的，她就是嫉妒我，想破坏我们的家。嫉妒？哼，嫉妒你是个妓女生的私生女，还是嫉妒你身份卑贱、出身不好，亦或是嫉妒你连嫁妆都没有，只想从我这里骗？我没有！当年我娘发现江一柔的出生有问题，本是想私下找柳琴确认，谁知她竟不思悔改，还想方设法污蔑我娘，竟然设计我娘出轨于旁人。于是他和那个忘恩负义的混蛋一场大火，生生将我娘烧死。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！为了一个娼妓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三弟，你糊涂呀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东西肯定是江墨雪伪造的。老爷，傻爹，我是你的女儿啊，是宰相府的千金。死到临头，你还敢嘴硬？柳琴，你敢不敢滴血验亲？滴血验亲？我来人，上水！是。不要！我不要！我是宰相府的千金。王爷、王妃，容了。我竟然给别人养了18年的女儿！江淮安，你亲手杀了对你恩重如山的发妻，你替别人做了这么多年的嫁衣，你真是蠢得连狗都不如！不是这样的，老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！一柔她真的是……滚！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我江淮安寒窗苦读10几年，官至宰相，是何等风光！你竟敢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在全族面前当王八！我没有啊，老爷。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个贱人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打断这个淫妇的手脚！不要，老爷！还有你，滚！给我滚！爹，我是你女儿啊！爹，老爷！娘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给你洗脱冤屈了。我们回家。墨雪，你别走，爹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就原谅爹这一次好不好？就这一次。你求我，不是因为知错，更不是念及血缘，而是因为你需要我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手中还有一笔朝廷的死账吧？马上年关，皇上要查了，你急了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的结局只有死。到下面，给我娘赔罪吧！完了，完了，江家彻底完了！
从前，只知墨雪聪明坚韧，在宰相府也该是顺遂无忧，却不知她竟吃了这么多苦。岳母大人，此事是我的疏忽，从今往后，我都会护着她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萧燕州在此发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若违此事，必将天打雷劈，不得好。不许胡说！就算你不发誓，妾身也愿意信你。上一世，萧燕州为我殉情而死，连命都能为我舍弃的人，又怎会辜负我？你信，是你的事，我总得让岳母大人也信吧。我娘大仇终于得报，一醉方休。干！夫人，今天差不多了，你醉了。你胡说，我没醉。你给我。若是本王不给呢？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作为交换，怎么样？那就要看王妃的这个秘密够不够换这壶酒了。其实我是重生的。又或许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我满眼只有孙泽瑞，对你一点儿也不好。我还做了很多伤你心的事，燕州，你不会恨我吧？阿雪，是梦也好，你是重生之人也罢，本王都不会怨你。对不起，燕州，我让你失望了，我伤害了你，燕州，我差点弄丢了你。燕州，阿雪，你之前不是说过要给我生个孩子吗？这件事还作不作数？那也得换个地方，附近。啊！我的腰要断了，真是酒后乱性，自讨苦吃。小心些，夫人辛苦，下回为夫保证温柔点。来，把醒酒汤喝了。拿走，不送。我不是刚喝完吗？这是补身子的，你昨晚可晕倒了好几次。
大漏勺，你再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奴婢收个碗就走。这2日你就在府中待着。刚入春冷，别着凉。那为夫先去上朝了。王爷，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孙泽瑞的行踪，现在要怎么办？继续找，记着，保护好王妃的安全。是。再过几日，便是萧燕州的生辰了，我得抽空上街没的东西，好好准备准备。让你当初给脸不要脸，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？别挣扎了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哼！孙泽瑞，你放我出去！放你？你当我是傻子？我本可靠着江家扶摇直上，成为人上人。现在呢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连条狗都不如。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是你咎由自取！闭嘴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放开我！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要干什么？都进来吧。这些都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男人，保管你满意。你们这么做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天打雷劈？那你让雷劈死我！哼，我倒要看看，等这几个疯子把你的衣服给扒光了，萧燕州还会不会要你？我是摄政王妃，是当今皇上弟媳，你们敢碰我，就不怕被王爷发现，一凭这疯人堂，将你们都挫骨扬灰吗？萧燕州知道了又如何？等他找到你，你已经被他们折磨疯了。雨柔，把他们放了，告诉他什么叫做人间极乐。去吧。本王没想到你们的计划还挺周全。你怎么找来的这么快？来人，把这2个人抓起来！敢欺辱摄政王妃，按律当斩。王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
姐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。墨雪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都是这江以柔这个贱人撺掇我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你求王爷放过我吧。还敢碰他？忘了本王对你说的话了。灵异。燕城，我们快离开这儿吧，这儿太脏了。孙泽瑞，你活该！谁让你背叛我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？要死，我们就一起死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阿雪，有件事我一直好奇。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记得去疯人塔找我。好。你如何能确定你自己会被关在这疯人塔？瑞哥哥真正喜欢的人是我呀！让疯子把你撕碎！燕城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做过一个梦吗？在那个梦里，我就是被他们在这个疯人塔里虐待致死。在那个梦里，我就是被他们在这个疯人塔里凌辱虐待致死。别怕，你还有我。我也是靠这个梦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燕州，你相信命中注定吗？我信，我信你，我命中注定，我定要和你厮守终生。但我不信人各有命，无力抗争。对，人定胜天，我的命运我自己说的算。人人都说大夏战神萧燕州杀人如麻，可我知道，若不是被逼无奈，谁又愿意过刀尖舔血的日子？如今这样的结局，便是最好了。这安胎药太苦了，苦得令人浑身发抖。苦吗？江淮安因私吞赈灾款入狱，孙泽瑞、柳琴以及江以柔也都被判了斩首。今日一并在菜市口处刑，你可想去？不去了，看多了血腥对孩子不好。王爷、王妃，宰相大人已经伏法，于今日午时3刻已斩首示众。他死前见王妃没来，说是留了一封血书给您。这么少了。
若原谅了他，我便对不起死去的母亲，更对不起我自己。我娘因他含冤而死，上一世我更是受尽了凌辱。这些债可不是一封血书就能还的。想赎罪，让他下去跟阎王说吧。阿雪，别难过，你还有我们呢。真正的亲人是不会走散的。是啊，我还要跟王爷生好多好多孩子，老了以后，我们就一起承欢膝下，子孙满堂。天道无期，常与人善，为善者，因果循环皆有定数。愿天下再无虚情假意之人，愿天下心存善心之人有求必得，愿天下有情人，琴瑟和鸣，百年好合。